你知道唔知道點解好多老友記天天食保健品睇醫生，身體依然越養越差，甚至晚晚失眠、心神不寧？其實我哋身體入面有兩套系統，一套係每日同你逐筆計數、不斷思前想後嘅色神，另一套先係真正幫你調節陰陽、修復百病嘅元神。你色神越強，體內呢位守護神就越被壓住出唔到嚟。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點樣用一招觀呼吸冚醒元神，拿回晚年嘅健康尊嚴。我哋平時聽好多老友記講話自己係補到成腎病，通搞到晚晚翻嚟覆去都瞓字。呢本清代有一本非常出名嘅養生古籍，叫做《太岳金華宗旨》，而是喺外高華宗旨第震撼。所有宗旨入面就特別提到我哋人體入面有兩套元同精神系統，另叫做色神，另一個叫做色神。色神呢個詞最早其實係佛家喺魏動南北去到北宋時期，有一位好出名嘅道士嘅叫做張巴端，大家尊稱為紫陽真人，而且講得好清楚，玉神或者神，我哋嘅玉神屬於我哋後天嘅氣之，而元神先係我哋嘅命八仙之性，係嘅字，即係射體液摸到肌肉嘅硬件，而套軟件好厲害。其實屋企養牛，佢有幫你揸資訊不斷累積。呢 RAM 夠唔夠用？不單止係我哋人類字，只得大約字，屋嘅事貓貓更似應，我神嘅識事，只得個最特嘅事字聲義，呢字應字寫啥？愛先是事，愛是先事，這是神字，我哋是受，呢個是神而正是事。精神有些是神之事，我相信之，情是我的真情，元神就完全相反，佢係無思無慮嘅。好多老友記會問我，平時有冇感覺到元神？點樣先知佢存在呢？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，大家一聽就明白。好似一個男仔無緣無故中意一個女仔，或者一個女仔莫名其妙中意一個男仔，佢自己都解釋唔到點解會中意。問佢原因，佢只會話冇咩啊，我感覺好對，覺得好舒服。呢種毫無道理講不出原因嘅感覺，其實就係你嘅元神喺度發揮作用。但係一旦色神接管咗你嘅感情，色神就會立刻同你算賬，同你計數。色神會喺你腦袋入面盤算，佢外表俊唔俊俏，身材健唔健康，有冇錢，有冇車，有冇樓，學歷同氣質點樣。你睇，色神會幫你列出一大堆條件，逐項同你計到盡。但元神係唔會同你計數嘅。喺養生嘅角度嚟講，色神同元神係一種此消彼長嘅關係。你嘅色神越強，每日思前想後焦慮過度，你體內嘅元神呢就會被壓得越深，隱藏得越密。相反，當你可以令腦袋靜落嚟，褪去所有思慮同雜念嘅時候，元神就會慢慢走出嚟。元神先係我哋身體真正嘅守護神。當元神出嚟做嘢嘅時候，佢會自動自發咁調節你全身嘅器官，幫你搞好體內嘅陰陽平衡。平時我哋去睇醫生、食保健品或者服藥，全部都係喺色神同肉體嘅層面發揮作用。藥物可以幫你壓制症狀，但真正要令身心恢復治癒力，讓陰陽和合，必須要靠元神。元神唔需要你食藥，佢只需要你俾一個安靜嘅環境佢自然就會做你體內嘅修復大師。所以古人講得好，色神只會同你計數，元神先會幫你養命。懂得放下思慮，體內嘅守護神自然會出嚟做嘢。今晚不妨試下俾自己個腦袋休息一下，唔好再精精咁去算計身邊嘅人同事。講到呢度，可能好多老友記會問，
到底我哋嘅心神不寧，晚晚失眠，同道家講嘅魂魄又有咩關係呢？相信大家平時都聽過一句俗語，叫做三魂唔見七魄，但係有幾多人真係知道三魂係邊三魂，七魄又係邊七魄呢？喺道家嘅傳統入面，三魂分別係天魂、地魂同埋命魂，有人亦都叫命魂做人魂。天魂屬於陽神，就好似我哋嚟到呢個世界嘅一片光，而地魂屬於陰神，係呢片光背後嘅影子。最有趣嘅係，當一個人投胎嘅時候，天魂同地魂係唔會入胎嘅，真正入胎嘅只有命魂。當命魂進入我哋身體之後，佢就會同我哋後天嘅色神或者叫肉神接床，成為主宰我哋日常行為同思考嘅核心。至於七魄呢，喺道家嚟講，七魄其實完全屬於色神嘅範疇，同我哋嘅眼耳鼻舌身意呢六根息息相關。後來佛家同印度嘅養生智慧結合，將七魄對應到人體嘅七個脈輪，例如靈輪、眉心輪、喉輪、心輪等等，仲有儒家興唯識學派所講嘅七識。簡單嚟講，七魄就係我哋身體嘅信息同能量感知器。只要你嘅色神每日不停咁運作，不停咁焦慮，七魄就會跟住混亂。七魄一亂，你身體嘅陰陽平衡就會被徹底打碎，種種病痛、失眠、心悸就會接踵而來。我認識一位住喺葵涌嘅街坊陳伯，今年70幾歲，以前做過生意，有個極度精明、好會算賬嘅人。陳伯退休之後，本來應該好好享福，但佢個色神完全停唔落嚟，佢每日喺屋企由朝到晚都在度計數啦。今日街市嗰啲菜貴咗2蚊仔女俾嘅家用夠唔夠過下半輩子，甚至晚晚瞓喺床度，腦袋都好似開咗寶嘅電腦咁，不停轉不停想，成個腦袋被各種憂慮爆，不而久之，成個腦袋被各種憂慮塞爆，久而久之，尋日開始失眠，成個人瘦落嚟，動就心慌頭暈，連行2層樓梯都喘不過氣。佢去公立醫院睇醫生，做晒各項檢查，照埋超聲波同驗血，只係長期焦慮引致嘅神經失調。醫生空期焦慮引致嘅自律神經失調，即係開咗安眠藥同抗焦慮藥俾佢。陳伯越食越驚，覺得自己成個靠藥物，完全失去了生活嘅尊嚴。後來陳伯嚟揾我傾偈，喺茶樓飲緊茶嗰陣，佢同我講：我呢一輩子辛苦工作算盡天機，點解到咗晚年連個好覺都瞓唔到？我同佢講：陳伯啊，你係因為色神用得太過火，每日同自己計數，搞到你嘅命運極度耗損，七魄完全走咗位。我告訴佢，我哋身體本身就有好強大嘅修復能力，但你每日用色神去盤算身邊嘅大小事，等於每日用重鎖將體內嘅守護神關喺深山，色神只會同你計數，元神先會幫你養命。懂得放下思慮，體內嘅守護神自然會出嚟做嘢。我勸佢唔好擅自停公立醫院醫生開嘅藥，但同時每日都俾自己半個鐘頭停低所有思慮。陳伯聽咗我勸，返到屋企開始試着放下嗰些零零碎碎嘅小事。每日下午佢唔再拎住個計算機算賬，而係去屋企附近嘅公園算計，不再讓隻公園坐低睇下花草事，停低腦袋入面嘅各種念頭。當佢不再精精咁算計，不再讓色神過度耗損嘅時候，其靜慢嘅心慌同討論改善咗好多。晚上開始可以自然入睡，精神狀態一日比一日好。連去睇醫生復診嗰陣，醫生都讚佢氣色好好多，仲慢慢幫佢撳咗藥量。陳伯嘅例子厚絡好多，三魂七魄唔係神仙傳說，而係我哋身體能量狀態嘅真實寫照。如果你每日都再同身邊嘅人同生活嘅瑣碎事計數，你嘅色神就會像一把火，把你自己嘅元神同命運燒得一乾二淨。想有拿回晚年嘅健康尊位嘅七魄同命運一個喘息嘅機會，只有你內心安頓落嚟，陰陽才能重生。冇好多冇原嚟你講到呢度，可能好多老友記會話好啦。
我平時又唔識打坐，又唔識練氣功，到底有咩最簡單嘅方法可以幫我含醒體內嘅元神呢？其實方法非常簡單，古人早已為我哋留落一套非常實用嘅智慧，就係利用佛家嘅觀呼吸。中國傳統養生講求儒釋道三教合一，雖然元神係道家嘅名詞，但佛家嘅觀呼吸就係讓色神退位、元神顯現嘅最快捷徑。呢個觀呼吸嘅方法完全唔需要你雙腿盤坐，亦唔需要你刻意強求呼吸嘅深淺。首先，你只需要揾一個安靜嘅地方坐低，放鬆全身嘅肌肉，然後自然咁去觀察自己嘅呼吸。你可以先呼後吸，亦可以先吸後呼，呢啲都唔重要。最關鍵嘅秘訣係要觀察呼與吸之間嘅停頓位。當你一呼一吸或者一吸一呼嘅時候，中間一定會有一個極微細嘅停頓間。第二，為咗防止你嘅色神又跑出嚟亂諗嘢，你可以配合數息法，但記住數目唔好數得太多，只需要由1數到10就夠。數完一次1到10之後，立刻重頭再嚟，由1數到10，唔好繼續往上數到幾百幾千，因為數得有200幾千。因為數得太長太過複雜，你嘅色神又會開始同你計數，腦袋又會開始混亂。每一呼一吸加上中間嘅停頓，算咗一次，你就咁樣安安靜靜咁數住，由1到10，再由多10。當你注意力集中喺呼吸嘅停頓同1到10嘅數字上，你嘅腦袋就會慢慢退所有數，耶穌十多事法，因為色神就係我哋嘅潛意識，而元神就係我哋嘅潛意識，而元神就係我哋嘅潛意識。雖然呢個說法有一點道理，因為元神嘅層次比潛意識更高，元神飛雲飛魄，係我哋肉體成胎之後上天，當我哋會低雲同色神守護神，當我哋百年歸老嘅時候，色神會消失，命運會肉體，欲天雲，天雲直動，一直結重。但喺我哋活着嘅時候，元神就係調節身體機能嘅大師。平時大家食補充劑、食保健品或者服藥，全部都係喺色神同肉體嘅層面運作。色神會同你講，呢隻藥好，食咗可以降血壓，嗰隻補品好，食咗可以補骨頭。但元神係完全唔需要食藥嘅，只要你透過觀呼吸，將色神壓至最低，讓元神走出嚟，佢自然會成為你身體嘅守護神。元神一出嚟做嘢，就會自動自發咁去調和身體內部嘅陰陽平衡，修復受損嘅器官同經絡。當你堅持做觀呼吸一段時間之後，你會發現自己嘅身體會出現一種微妙嘅變化。喺道家嚟講，呢種變化叫做氣感。你會感覺到身體入面有一股暖流喺度流動，或者整個人感到前所未有嘅輕鬆同平靜。如果出現呢種感覺，咁就要恭喜你啦！即代表你已經成功含醒咗少少元神，開始懂得用體內嘅治癒力嚟養生修復。所以養生唔一定需要花大錢買名貴補品，每日俾自己10分鐘靜低嚟做下觀呼吸，就係對身體最好嘅投資。老子喺《道德經》入面講過一句非常精妙嘅說話：一噶，知止不殆可以長久。即用我哋廣東話大白話嚟講，即係話一個人要懂得幾時停手，幾時收心，先至唔會陷入危險，身體先可以長治久安。恰恰就係呢個知止嘅智慧。我哋嘅色神每日好似一部超頻運作嘅電腦，由早到晚都喺度不停運算，不停焦慮，根本唔懂得停低。當你嘅色不懂得知止，自然你嘅存在住生命嘅治癒力自然無法運作。住喺沙田嘅街坊李姐，今年68歲，佢以前就係一個完全不懂得知止嘅典型例子。李姐好痛愛自己嘅仔女，到知止嘅仔女，即使仔女已經成家立室搬出去住，佢每日都喺度擔心仔女工作辛苦，送孫仔考試成績好唔好，連屋企過少少水，佢屋企個蔗盤漏少少水，只要失哥係二世金斗成半日，更口差少少。李姐對自己嘅身體狀況極度焦慮，只要膝頭哥一個自己得咗大病，
我幾個餐桌上擺滿咗幾十瓶不同嘅補充劑，簡直把補劑當得之字，當飯食。但係結果點呢？李姐嘅身體越補越差，胃腸被各種補充劑刺激到，經常飯酸胃痛，晚上失眠加重，甚至出現嚴重嘅恐慌。佢每次去公立醫院睇醫生，醫生都提醒佢：李姐啊，你身體嘅指標冇大問題，你食咁多未經醫啷嘅保健品，反而在加重肝臟同胃部嘅負擔啊！李姐嗰陣非常絕望，佢同我講：我每日花咁多錢買補品睇醫生，點解身體反而越嚟越差？我好似變咗一個只會食藥嘅廢人，連做人嘅尊嚴都冇埋。我同李姐講，你問題嘅根源唔係缺乏補品，而係你嘅色神太過猖狂，完全不懂得知止。你每日不停咁用色神去盤算、去焦慮，等阿如每日喺度折磨你嘅命運同七魄。你體內嘅元神點樣出嚟幫你養命呢？色神只會同你計數，元神先會幫你養命。懂得放下思慮，體內嘅守護實神自然會出嚟做嘢。我建議李姐，第一必須聽從公立醫院醫生嘅醫囊，把屋企嗰啲唔需要嘅補品嘅保健品，把屋企嗰啲唔需要嘅補品清走。第二，每日俾自己設定一個知止時間，每當腦袋又開始結整一個知止時間。每當腦袋又開始焦慮仔女、焦慮身體嘅時候，立刻叫停自己，用我哋上一作嘅停頓位上數1到10遍。李姐一開始好唔習慣，因為色神慣咗運作，但佢咬緊牙關，每日堅持做10分鐘觀呼吸，學習讓腦袋停低嚟求安心。胃痛開始好轉，晚上嘅睡眠質素突否提先，再去公立醫院復診嘅時候，醫生都經佢嘅指標大有改善，仲讚佢個人開朗咗，有光彩咗。李姐終於拿回咗自己身體嘅自主一權，而拿回咗晚年嘅健康尊嚴。各位老友記，老子講嘅知止不殆，其實就係我哋養生嘅最高境界。養生唔係盲目咁，所以懂得喺內心知止，給自己嘅色神放個假，讓體內嘅元神出嚟為你做嘢，身體為你做嘢，身體係你精氣神嘅載體。呢筆賬點樣算？我相信心裏都有數。今晚入瞓之前，不妨試下把手機擺開，閉上眼睛，做幾次觀呼吸，感受一下呼與吸中間嘅平靜。你哋屋企係咪都有類似陳伯或者李姐咁樣，每日思前想後停唔落嚟嘅老頭子或者老太？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或者喺留言區交個朋友，分享下你哋嘅養生心得。老子講得好，知止不殆可以長久，懂得停低，身體自然有生機。今晚早啲入睡，照顧好自己嘅守護神。我哋下次再傾。